咱时刻欠用主，总是主的慈爱馈咱丰盛教育咱用。咱用圣诗270来首来敬拜。是天我欠用主，叫我主你，就听我主的声，主的。牧师的福气时刻，甲咱三个彼得，伊也的确要应允一切会丰盛伫咱的生命。阿门。咱请姊妹来吟第3节。咱请兄弟带咱来吟。咱做回来。我欠用主，记大主义，就听我主的声，主的欢喜，主引领我心里。主，阮感谢你。